小龍女之稱嘅龍婷，佢唔止擅長唱鄧麗君同王菲等巨星嘅經典金曲，仲係各大歌唱比賽中嘅長勝軍，贏得唔少獎項。但其實喺佢2019年榮獲星光大道年度總冠軍及走上2022年中年好聲音1舞台之前，佢曾經都陷入過人生低潮，低潮中喺旺角街頭唱歌多年，真正以活從街頭一步步走到大舞台嘅音樂人生。龍婷喺中聲1入面越戰越勇，可以話係過五關斬六將，最終拎到雙料殿軍同埋觀眾最愛好聲音兩項殊榮，實至名歸。好多謝大家投票俾到呢個獎我，咁我會繼續努力唱多啲好聽嘅歌俾大家，多謝。